停手啦。日頭瘋狂噴 water spray， 夜晚敷水分 mask， 以為自己好勤力，其實你隨時浸爛緊你自己塊面啊！好多人咧洗完面咧由得啲水咧自然乾，以為順便保濕啦。嗱，我有個客咧，佢就係因為咁搞到成面出油，下巴乾到甩皮啊！點解啊？因為咧保濕絕對唔係瘋狂將啲水濕入皮膚，皮膚浸水浸得太耐咧會出現過度水合，啲角質咧細胞吸水發脹，會撐散保護你嘅屏障。保護網一穿，底層嘅水分就會極速流失，細菌就會乘虛而入，搞到又發炎又敏感。真正保濕係要鎖水，記住呢3步啦。第一，洗完面或者出汗，即刻用紙巾印乾。第二，沖涼唔好超過10分鐘。第三，要用神經酰胺成分嘅產品，真正鎖住水分。如果你本身有濕疹，夏天點保濕先至唔會翻發呢？ Follow 我下條片，我詳細話俾你知。